为伫新市三里活动中心边啊，原本爬远的空地，伫新市公所一步一步环境复育、用心照顾之下，去年开始种下朴树菊、百里草甲太阳花等花草，嘛将整个8分地装点成一片花海，吸引侪亲子甲社区民众来遮休闲行踏。这边有花园很漂亮，然后我们可以带小孩下面来赏花，可以认识花，然后可以接触大自然，让小孩他们很开心。对，这个大自然让小孩子能够去接触，然后让他们去体会。那不只有花，那也有一些昆虫，像瓢虫啊、蜜蜂啊，让小朋友能够认识更多大自然里面的生态。公所将这片36公顷外区建公共建设用地充分利用加管理以后，为好更较侪民众会当来遮运动、亲近自然生态，伫紧张的生活当中轻松一下。特别邀集在地家庇企业、地区单位市集、甲乐团的音乐表演。3月27日，特办一个花残音乐会，邀请民众来遮赏花、啉咖啡、踅市集。而且甲花海气象就连书道宣传要合理销售。最主要打遍这片花海，最主要也是利用这个闲置的8分空地，然后让民众有一个赏花的好去处，也是跟上这个赏花热潮，然后在这个就近能够赏花，也介绍我们这个整个公共领域的开发建设的成果。我们当天活动还有一些结合我们在地的2手诗集，还有我们绿穗咖啡，还有我们台南市政府的二胡乐团一起来办理这个活动，也欢迎民众一起来响应这个赏花的好季节。3月27花田音乐会，大家一起来。电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